好，咁我哋而家準備嚟開第二箱啦。呢個就 SV9A 嘅盒，咁啊原本冇記錯嗰白色情人節開賣，但係因為官網實在太多人，以致到佢 delay 咗啦。消息係咁講，實際上官方淨係話突然之間有意外，所以延遲咗個發售期。對於白色情人節開呢個卡，佢開售呢個卡就有少少印象，不過嗰陣時就改咗版官網，所以就冇辦法訂到。咁而家見到市面有得賣，咁啊都湊個熱鬧啦。雖然遲咗少少。好，嗱，OK。咁就翻嚟嘅嗰個，拜拜。好。開始啦。係點樣呢？OK，好。好脆嘅。好。係將有成面勾勾嚟佢色，佢清俾佢停咧，冇所謂咧。你問我日文名都唔係好識嗌啊，唔好意思。之後就係清停咗，參考對象。OK。純粹啲錄影，所以大家就好睇個斟酌啦。又係呢個做第一張嘅，好，有啲類似，有少少唔同。你好啊 ，AR 係蘋果啊，好有型啊！呢個蘋果 ，OK， 好。咁我哋拎發完原本嗰款嘅卡包，覺得有啲太實，所以我收埋另外本官方出嘅卡包，睇下會唔會好少少啦。係啦，貓啊，係冇錯。係比較容易啲推入啦，佢就冇咁硬嘅卡套，咁樣都幾好啊。好，咁啊，開第一包嘅 AR。咁啊，頭先根據上一盒就係一張 SR8 3張 AR 啦，咁唔知道呢一盒會唔會都係類似咁？因為之前睇我平時都有睇其他人開爆嘅短片，咁就都有咧。我見你乜嘢？收翻埋先。好，咁我哋逐張嚟睇下。好，What SAR 啊！好厲害啊 ！Oh my god！呢個真係太有型了吧！好，必須擁有一個卡套先啦，起碼係咪先？要好好咁樣裝起佢啊！呢啲，哇，都太有型了吧！係一睇就知道唔係好常見嘅卡啊！係，好靚。我唔係好識分有冇瑕疵或者其他嗰啲嘢，不過呢張卡感覺好厲害，係冇錯。呢個事前冇特別研究話邊張卡特別稀有或者乜嘢，咁不過因為會
卡啦，你會望到稀有度其實咁分嘅，所以頭先 AR 同 SR 已經好好，但 SAR 真係非常之少見。所以生日壽星嘅運氣唔通真係有少少？哇！都太厲害嚟㗎！好，繼續啦，我哋OK， 好合理啊！可能有隻 SAR， 佢有幾包普通嘅卡係好合理嘅，有一包包隻 SAR， 咁就大家就唔使抽卡啦，係咪？好，繼續啦，有趣，OK， 好，咁就睇啦，好，好，繼續 ，OK， 好嘅，有3包，冇乜特別嘢，普通咁樣。OK， 呢支係 SAR 400，唔好意思啊，不停咁提佢，好似有啲囂張咁。但係我自己都唔想抽到 SAR 去坦白講，係值得收藏嘅卡，因為始終唔想見啦。以海為貴啊嘛，係可愛嘅主持人，呢個系列啊，抽咗係蘋果相關嘅，好，OK。睇下先，cool， 好，就咁用相機錄片啫，其實我就所以間唔時佢會自己 auto focus，會見到啲朦嘅地方，多多見諒啦。咁最近可能係我隻手啦，開啦，OK， 蘋果呢盒就係蘋果主題一樣嘅，其實，Hi， 又係你啊 ，OK。段片可能有少無聊啊，對於大家嚟講，因為手機錄用，所以有睇過就可以攞嚟做參考咁啱碌到。如果冇睇到嘅話，就純粹我自己留嚟俾自己睇翻
生日嗰陣時講湊過啲咩嘢。年終其實都間唔少會買下卡包，不過登錄就真係第一次。OK，好嘅。變得最清楚，或者係我隻手都唔定。呢段片老實講。哦，What's that? Wow! What is this? 傻鴨同埋小蝦。OK， 好。OK， 哇！試過好東西呢。OK。大家細個或者有啲人未睇過啦，有始終我年紀應該都唔算細啊。喺初代嘅時候，你會見到小蝦同埋傻鴨，成日覺得傻鴨都係有少少蠱惑嘅，不過都係吉祥物類嘅走向啦。不過竟然抽到喎，有趣有趣。我仲以為應該會係其他角色喺封面度，因為我冇詳細睇究竟佢入邊有咩目標。因為無心流喺賭徒角度嚟講，其實會比較好啲卡咁樣。就我自己個人嚟講，未必個個都識用，但係因為心諗一定用邊張卡，通常都抽唔到嘅，除非你不停咁買包啦。因為用人膽嚟打過咗機率嘅命運，咁呢個係另外計算嘅方法啦。又係因為年輕人啦。OK，個人嚟講咧，有啲嘢好想抽到嘅時候，最好你都係冇諗太多。黑色心太重嘅話，就冇咗本身純粹機率嘅情況。OK，係呢位小姐，好，睇下先。係虎啊，OK。早兩年新冠期間，大家都唔係好出得街啦，又唔可以去玩去旅行啦。香港人嚟講，呢個影響有啲大，老實講。咁我自己個人呢，嗰段時間就好鍾意上網睇人哋開卡包，因為唔落得街咁密啦，你去買卡都唔容易。咁就睇下人哋開，當自己開咗過下癮，其實都 OK 嘅。當然啦，而家可以自己落街買呢樣嘢，當然開心好多啦。咁不過就要量力而為咯。為咗去賺錢而去抽卡包呢樣嘢就唔係好現實嘅。咁當然有呢個機率，我唔排除有人買抽到啲好貴好貴嘅卡，然之後自負哇同壽司一齊嘅朋友啊，過咗疫情之後，我都好好彩，都有機會去過橫濱嗰次嘅大賽會場附近，因為當其時就成個橫濱都係 Pokemon 主題，咁啱去旅行嘅時候有時間參加，亦都有抽中到參加啲小遊戲活動，所以都幾開心下。因為見到同好啊或者朋友啊可以一齊，咁呢樣都好榮幸嘅。雖然當然我唔係參賽嗰啲啦，不過係呢個講翻先，學長同佢嘅小精靈 OK， 好，又係傻鴨啊嗨！
我覺得康康最成功嘅嘢係佢，即係唔純粹只係一個單純嘅大家講話動畫，或者隨隨抽卡，佢係推廣一個遊戲模式，好成功嘅一個部分，而且係全球化嘅。哦，係有趣嘅。呢方面大家都除咗話我細個喺屋企睇下動畫，或者我手機玩嘅遊戲或者上網玩嘅遊戲之外，我諗到係真係可以同其他人交流，而且全球性呢樣嘢，我覺得真係好犀利。因為畢竟唔係間間公司都有呢個心態啦，即係可能大家老實講就都係賺錢咁樣，呢樣都係好常見嘅商人諗法嚟嘅，即係係啱卡就真係有好多各種各樣嘅方法，令到大家可以對佢感興趣，或者對佢嘅世界觀有一定程度嘅認識。當然唔可能話好似小智咁樣，一下子就衝咗出街去冒險啊嗰啲啦。但係你又有機會可以用你手頭上現有嘅嘢去同其他人交流分享，係幾有趣。而且已經出到，即係以 Pokemon 卡嚟講，已經20幾週年啦。咁就當然我唔知跟地區上嘅呢個年份準唔準，不過25週年嘅卡包我都有抽獎，之後佢超過25年以上啦，定係啦，咁就可以將同一個系列嘅傳承落嚟，我覺得好犀利。而且佢每年都有新嘅更新，即係佢冇諗住就咁我淨係做一個遊戲，可能2-3年啊，或者好彩嘅話5年咁啊，都大家有知名，大家都認識。佢唔係，佢 keep 住都想大家可以投放個熱情落去，無論用咩形式，手機好、電腦好、動畫好，甚至乎好似有人抽卡。咁都會提起大家少少興趣，對於呢方面，究竟係點嘅樣嘅咧？我想了解多少少。哇！係貝貝龍啊！細個嗰陣時我都好鍾意佢嘅，因為覺得好似你先會水怪係咪？你呢個係咪原因咧？但係我又覺得每一次望到佢都係好靚，好優雅。因為當年打對戰嘅時候都有佢嘅，但係唔知點解，如果可以嘅話，我自己都好想可以同佢一齊出遊啊！因為大個先至知道呢樣嘢唔可能發生啊！細個嗰陣時就好羨慕，點解可以騎喺佢上面嘅咧？睇上去就好似好舒服咁樣，或者係好安穩咁樣啦。我哋搭班遊咗2個有小孩嘅卡喎，竟然〜咁但係因為而家已經4張卡啦，所以會唔會其實已經完咗咧？今次稀有卡嘅部分唔知道，讓我們看下去。繼續我哋加油下，究竟生日加持會唔會有多少少好嘢出現呢？係。雖然我個人有 SAR 都好滿足㗎啦，其實你見頭先嗰盒最高都係上 SR，咁當然 SR 都唔差啦。但係你見到稀有度嘅時候，抽到稀有卡始終都係值得開心嘅事嚟嘅，不過物以罕為貴啊嘛，即係我都係一個膚淺嘅人類嚟嘅，即係好OK 好。繼續啦，差唔多收到落底嘅咁，但係都開心嘅，即係 keep 住有啲卡，SR 卡。
卡或者啲 R 卡。甚至同你玩其他遊戲啊，我有5星、6星都 R，各種系統都係好咁啦。本來其實大家都係中意稀有嘢嘅，咁但係其實每一張圖畫得好靚啦，大家都欣賞。好，係一張閃嘅 R 卡。呢個時候唔係好辛苦嘅大家，我自己就其實同大家同一個視覺嘅，所以你見我把鉸剪成日都前前後後咁樣噴，因為望翻個距離啊。咁你隻手係跨住個電話咁樣固定喺度睇，所以咧我係冇直視到我抽緊嘅嘢嘅，我都係靠個鏡頭顯示個畫面嚟睇住自己點樣開包嘅啫。最後一包啦，有啦，最後一包。好 ，OK，係，好，係，就係隻鳳凰啊，OK，好，以上就係咁，我哋總結最尾呢一盒比較稀有嘅卡，當然有佢嘅啦，有傻鴨啦，有一齊去冒險嘅朋友仔啦，同埋 AR 嘅蘋果啊，係啦，好就係咁，陣間嚟第3定係第4彈，好，等多陣啦。